今开始，咱来关心中国为着要强化因伫南海的主权，中国的海警3号令伫今仔日生效起行，互中国的海警有权力会当爬起伫船顶共检查，阁会当扣押涉嫌非法进入中国领海的外国船和外国人，甚至讲毋免经过审判，就当共关上长60天。中国这款欢喜爸爸的做法，这是互南海的局势阁变紧张。周边的国家，包括菲律宾、印度、越南，抑个咱台湾，拢表达不满。中共南部战区几啊只主战舰艇连日出现伫南海展开长航实战化训练，外交解读对外宣示南海主权，今嘛更加是扩大海警执法权力。中国海警3号令15生效，符合中国海警伫认定的管辖海域，会当定检扣押涉嫌非法进入中国领海的外国船只甲人员。会当无经过审判，上济拘留人员达到60天。菲律宾、印度、越南、台湾等国都相当不满，呼吁中国收回海警第3号令。海警3号令影响南海真大，菲律宾船只渔民是首先受影响，表达严正的抗议。海巡署表示，中国这个举动严重威胁区域和平稳定，会强化护渔任务。面对中国操作法律战，强化南海制海权，未来敢是运用伫台海、东海引起关注。那他会不会用如法炮制，把这些方式运用到东海，甚至是这个金厦这个部分？那这些其实是我们持续要去关注。另外，中共加大对台军事力度，美国前总统川普顾问史密斯示警，强军上紧明年具备反台能力，美国应该加强监视中共独臂能力，动员进行。中共可能会是用模糊的战略，也就是以这个准备大规模灾害为理由，来掩饰他的这个战争的准备。所以这部分都需要综合研判。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，涉大条文要求美国爱伫台湾设立区域紧急库存，犹太甲众议院的版本协商，或者认为参众两院针对中共威胁，拢爱强化美国军力部署，佮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